呢個網絡用語有咁多人用嘅，呢個詞係咩意思呢？多人都喺度用，我就跟住 send 出嚟啦。啱啱聽你講，你唔明白嗰個網絡用語嘅意思，你都係將嗰條信息 send 咗出去。但係咧，其實你知唔知道，有好多網絡用語之中包含咗唔好嘅意思嘅。如果你 send 咗條信息出去，好容易傷害到其他人。大家都係做法喎，應該冇問題啩？第一是資訊辨別能力，我們要判斷網絡上的資訊是否具有真確性，分別是否係虛假資訊，避免被誤導。第二係資訊搜索能力，要懂得如何篩選所需且有效的資訊。第三係資訊評估能力，判斷信息來源是否權威，如官方機構、專業媒體，有冇明確作者或機構，核對資訊中的關鍵數據、時間、地點是否準確。第四係資訊倫理意識，不傳播、不杜撰有害和錯誤信息，在發信息前應查證信息來源是否可靠，避免誤導他人。我哋喺發信息之前一定要思考再思考，要確保信息嘅真實性同恰當性，呢個係資訊素養嘅一部分。唔可以人哋發乜嘢就跟風一齊信，要自己先思考過同埋判斷咗之後，先好發出去。唔係嘅話，好容易傷害到其他人或者傳播錯誤嘅消息。原來係咁樣。原來呢啲詞有啲係被過度娛樂化，有啲甚至有歧義，我都未搞清楚就亂發，真係太唔應該啦！我以後唔會再隨便跟風喺網上亂發言。咁樣就啱啦。我哋每個人應該注意提升自己嘅資訊自由，咁樣網絡環境先會更加嘅好。